亲爱的兄弟，咱礼拜就要开始啊，请咱用敬虔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啊，提醒大家，从咱的手机啊来关机，也是关的震动，来维持咱美好的这个礼拜品质。感谢大家。陷住，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兄弟姊妹平安。牵着我。咱今准备好咱的心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虽然场地生做无啥共，但是咱嘛是会当专心来敬拜主，阿门，阿门。阿门。邀请咱起立，咱准备咱的心。伫咱要敬拜一大声呢，咱先对咱的边仔的人，我们给他最大一个笑容，好，是咱来到教会，咱是充满喜乐的，阿门，阿门。因为咱准备咱的心，咱要来敬拜主，咱将咱手举起来，这是一个欢迎圣神降临的一个姿势。咱做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感受到你的同在。圣神，我感受到你的同在。圣神，我渴慕你。圣神，我渴慕你。圣神，我就爱你。圣神，我就爱你。一束束的时间，咱家己开出来，圣神来求上帝来准备好咱的心，邀请圣神降临。哈利路亚！是圣神，我邀请你来，万全人的专心拢要献给主耶稣。就是这个时阵，所有一切病痛、一切挂虑拢无重要，就是独独仰望上帝。邀请你来，我们得到阮生命的更新，我们生命要得到转变，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得到喜乐，我们得到健康，哈利路亚。这时阵，咱就会用使徒圣经来祈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若相信耶稣是永远的活命，咱就先献给主咱上大的仆声，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咱的上帝是满有能力的上帝，阿门。所以咱倚靠上帝的人，咱嘛会使有毋茫甲喜乐，咱做伙用喜乐的心跳舞来讹乐上帝，哈利路亚。你的来临，我有平安。
上帝，我就有大机会啦，大开啦。有上帝，我就有大开啦。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只有耶稣是咱的帮站，只有耶稣会使，互咱会当做全新的人。阿门。咱来敬拜。是你为生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贝。是你为伊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在有道，我心应该有路，路无法比他高。只有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下最的好听。只有主耶稣的宝贝，我的疲惫真最意。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在有道，我心应该有路，路无法比他高。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咱搁一摆对头来迎的时阵，邀请我正手边的兄弟姊妹带咱来迎，请。是你为生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贝。是你为伊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在有道，我心应该有路，路无法比他高。只有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下最的好奇。只有主耶稣的宝贝，我的疲惫真最意。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在有道，我心应该有路，路无法比他高。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在有道，我心应该有路，路无法比他高。只有主耶稣的宝贝，上帝存在有道，我心应该有路，路无法比他高。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只有主耶稣的宝贝。哈利路亚，咱搁一摆从我相信从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上帝甲信心甲咱同在，咱所行过的路拢是稳定的路。阿门，阿门。邀请你甲隔壁的兄弟姊妹，你甲伊讲，你行过的路拢是稳定的路，行过的路拢是稳定的路。哈利路亚。求主帮助咱，跟对耶稣伫咱每一个人生的脚步。哈利路亚！咱做伙邀请大家将这首诗歌当作咱的祈祷。哈利路亚！做伙来。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也是深的，拢有你的保护，道道只有你，听我歌你把我，永远无变的应允，一生的路。
充满就好。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也是刺的，拢有你的保护。路途只有你，让我可能把我永远无变的灵魂，你是的路充满就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带着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带我行这人生的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也是刺的，拢有你的保护。路途只有你，让我可能把我永远无变的灵魂，你是的路充满就好。哈利路亚。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带着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我行这人生的路。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带着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带我行这人生的路。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手，带着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哎呀，是这是远方的路。你的行，你的手，让我行这人生的路。今日即摆咱要做伙来祈祷，搁煞接搁几礼拜，就是咱的幸福启动，咱的幸福小组就要来开始。幸福小组上重要的就是咱爱将咱的福音传出去，给每一个人。当咱咧唱这条诗歌的时，咱咧唱稳定的路，稳定的路，咱每一个人拢有经历耶稣赏赐，互咱稳定的路，阿免吗？阿门。那就你有经历过，你甲你的手举起来，大声讲阿免。阿门。阿妹是，这唔但个咱来经历着尔，咱的厝边，咱身躯边的好朋友，是不是咱的厝内的人还未信主的？咱嘛期待伊嘛经历耶稣赏赐互伊稳定的路，阿妹吗？阿妹，所以咱要做伙来祈祷，为着幸福小组幸福启动来祈祷，咱要祈祷咱即摆每一个小组拢爱有至少3个新朋友，3个新朋友出现，阿妹，阿妹，咱做伙来祈祷，为着新朋友的邀请。有咱来组长来准备来祈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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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咱的谢谢咱的基督上帝主啊！你将咱传福音的这使命交在我们，主我们来，然后你看这我们当，然后我们很多小组，每一个可爱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让咱机会来经历这个稳定的路，哈利路亚！
一步，这是阮的路。你的行，你的想，了了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梦的路。你的行，你的想，让我行这人生的路。大声来唱歌。一步搁一步，这是阮行的路。你的行，你的想，了了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阮梦的路。你的行，你的想，让我行这人生的路。你的行，你的想，让我行这人生的路。你的行，你的想，让我行这人生的路。来，上来抱我声几号对耶稣哈利路亚。咱有经历着上帝恩典，咱就大声讲阿门。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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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看咱今仔日敬拜实在是非常的水。你做你来甲边仔的人讲，这就是天堂的敬拜。这就是天堂的敬拜。阿门，阿门，今日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12章12节到19节。咱坐声来恭读，请。隔日来过节的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也张手机出去迎接，话讲：何塞啊，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的王应该受称赞。耶稣看到一只驴仔囝，就牵来骑。照圣经所记载，锡安的妇人人啊，毋免惊，看，恁的王骑驴仔囝得来啦。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这项代志，毋过耶稣得到荣光的时，因才想到圣经所记载这项代志是咧指耶稣，代志嘛照安尼发生伫因身上。耶稣叫拉撒路出门，互伊对死搁活迄时，甲耶稣做伙伫遐迄群人有咧继续咧做见证。众人嘛出去迎接耶稣，因为因有听到伊行即个神业。法利赛派的人就互相讲：咱较侪嘛无采工，恁看，全世界拢对伊去啦。圣经中读到这，愿上帝的话踮伫咱的心内，成做咱随时的帮赞。今仔日咱邀请潘牧师来正道，伊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受难酒毋是偶然，是上帝计划一步一步对坐。咱请潘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咱知影来到伫中秋主日、棕树主日，接续落来就是耶稣为着咱受难准备要顶十字架的一个礼拜。所以对咱基督徒来讲，中秋主日就是咱伫备办迎子，然后耶稣进入伫即个受难的中间，互咱做伙同心来孝念伊。咱今仔日来到伫，倒来到伫咱的圣殿，倒来到伫咱的礼拜堂，有看到无共款的所在，对吧？咱的地板遮，咱有感觉讲，咱敢若嘛来亲像来到伫旷野共款，啊，是所以
真热对吧？无冷气，啊，我看，所以牧师今仔穿真凉、真轻松吼。所以你若是真热的人，你检测你会当，甲你的手持电风扇会当甲伊摕起来，吼，这手持电风扇，因为咱无法度遐尼济支的电风，所以后摆呢，咱拢会当炸即个手持电风扇，一人一支，吼，啊，你家己会当炸来。啊，假使隔壁无炸，你互伊吹一个，互伊吹一个，这嘛是互相分享吼。所以厝内有即款的，检测你会当甲你的囡仔问，即摆少年人，大概每一人吼，可能有一个人2支，吼，啊，所以就会当来炸你的手持的电风扇吼，啊，可会当甲隔壁的人安尼分享一下，就袂感觉遐尼热。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站吼。伊是对伫头前伫讲着耶稣要受难进前，然后伫迄个搬过节的头前的时间，耶稣有做一个真奇妙的一个行一个新历，就是互什么人对死人中讲话，猎杀路来，咱做伙讲猎杀路，猎杀路。所以耶稣呢，互伊讲话了后，真侪人就感觉真好奇，真好奇要看即个。哎呀，死人佫会当对亡年佫活，这是偌年啊神奇的事，所以真侪人就真好奇，啊，佫听到耶稣来，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啊，佫有伫以色列人的内面，因伫因的愿望，因为因长期受外人的统治，所以长期拢在做奴隶，做人的殖民。所以因真愿望，咱家己的国家，咱家己会当有家己的王出来。所以因迄个时阵，伫想讲，哎呀，耶稣伊遮尔有权柄，佫会当互死人佫活，伫伫遐是无看过。所以因感觉讲，即个就是阮所愿望的迄个弥赛亚，总是伫因的心内面所愿望的迄个弥赛亚，是一个国家的王。总是耶稣来，是毋是要做国家的领袖的王？毋是。伊是要做所有全世界万百姓心灵中，就是上帝派伊来，要成做每一个人的心中的王。伊所统治的王，毋是地上的国，是上帝的国。所以一大群的人因来因听见了后，然后就摕樟树枝，咱知影吼，较像迄个棕榈树的迄款的树叶啊。这个树叶啊，所代表是啥物货？为什么要用樟树叶啊？那无爱用迄个莲雾叶啊？为什么干那要用迄个樟树枝的叶啊？因为樟树枝的叶啊，伫因迄个伊迄个地域内面，因的地区，因看迄个樟树枝是一个真尊荣、尊荣的树啊，吼，所以因就甲伊压起来了后，然后因的衫拢铺伫涂骹。我听到耶稣要入城，因准备讲，就甲喊话一下，甲赞声一下，然后耶稣徛伫一个驴仔颈的顶悬。耶稣伊徛迄只的驴仔颈，迄只是驴仔颈，是抑阁未捌徛过，所以伫即个内面就已经应验着伫旧约所讲的，耶稣伊一步一步踏入伫上帝的计划内面，所以咱就看见，哇，原来。咱所读的圣经的头前，就是接近搬过节，佮有就是耶稣互列撒罗对死人中讲话，所以就带来互人好奇的心。佮有一个事就是，当耶稣甲列撒罗甲马大因规家口啊，伫遐食饭，伫遐食饭的时阵，然后有一个妇人人叫玛利亚，伊就带伊的真纯的香油。真纯的香油，什么是真纯真哪达香膏？真纯的哪达香膏？迄个哪达香膏咧，伫当时因的古代以色列来讲，因的涂骹会当种出一款的植物，迄个植物会当对伊的根、对伊的茎，然后提炼出迄个油出来，迄个油就真香，所以迄个油是真贵重的一个。妇人人叫做玛利亚，伊就把这个油，然后摕咧去到伫耶稣的身躯边。
这个油原本是玛利亚伊所存落来，要成做伊家己结婚要用的。所以，这个香油是非常的贵重，贵重到什么款？假使你一年领的薪水是偌济？你一年总共安尼领的薪水总共偌济？就是迄罐油的价值。然后，伊将迄罐油捧来到耶稣，耶稣迄阵拄好甲人伫遐咧食饭，讲着食饭，咱即摆启发，咱的启发小组就是对食饭开始。即嘛是咱伫即个设计即个幸福小组的时，看到人的需要食饭。咱的主耶稣，伊毋是干那咧甲咱教灵性爱靠主那点，咱的主耶稣，伊嘛看淡咱腹肚内面的需要，所以伊会甲人做伙食饭。迄个食饭，就是咧甲咱讲，咱会当互伊心灵的需要，咱嘛会当互伊伫肉体内面会当互伊健康。所以对食饭来开始，即个玛利亚伊去到伫耶稣迄个时，伊做什么款的代志？伊甲伊的香油倒伫耶稣的骹，倒伫甲迄个香膏倒伫耶稣的骹。为什么倒伫耶稣的骹？那无倒伫个头？香油毋是拢爱倒伫个头，倒伫个身躯。总是玛利亚伊所做，甲人无共款。伊甲倒伫个伊的骹，然后下面一个动作，佫较互咱震撼。因的头毛是长的，伊就用伊的头毛跪落去，然后用伊的头毛去切耶稣的指头啊，去切耶稣的骹。咱看到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是什么货？就是骹一般是咱上应该是讲上卑微的所在，上垃圾的所在。总是迄个上贵重的油，竟然倒伫迄个上卑微的骹前了啊骹的顶悬。这代表是什么货？是上帝透过玛利亚在表达耶稣是一个尊贵的。玛利亚用头毛去甲伊切，头毛是女人的荣耀，头毛无随便为了人而付出，头毛就是咧保护女人，嘛是代表女人查某人的阳光。总是伊用伊的头毛去切耶稣的骹，所代表是啥物货？是玛利亚，伊完全将家己献予耶稣，伊将伊上应要的献予耶稣。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咱拢伫主的内面，咱服侍上帝，总是咱是毋是有用迄个上应要的来献予上帝？迄个上应要的是啥物货？今日是咱的时间，是咱的性命，是咱的气力，这拢是咱上应要的。总是咱有将这的，亲像玛利亚，伊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着咱死，搁活到今，咱拢是伊所得救的百姓。咱敢愿意用咱的头毛查甫的无长的头毛，无得来留长头毛？查甫的男性兄弟会当用什么来奉献予耶稣？将全心全人奉献予耶稣。所以咱今仔日搁接来圣经，搁接来，就是咧讲耶稣伊骑驴啊，准备要入城。然后迄个驴仔囝，咱拄好有读到迄个驴仔囝，对无？迄个驴仔囝为什么伊是一个驴仔囝？可见即只驴仔是足细只的，足细只的驴仔敢会当骑？咱一定会想讲，这足细只的驴仔吼，骑了可能危险。但是伫即只驴仔囝内面，伊在讲的就是，即只驴仔完全无互人骑过。伊是一个较年岁较细只的驴仔囝。这个所代表的是啥物货？所以伫咱的圣经咧读内面，你就看为什么是驴仔囝，毋是驴仔公，还是驴母？为什么是叫一只驴仔囝？耶稣经一只驴仔囝，迄个驴仔囝代表就是伊完全圣洁。即只驴仔囝是圣洁的，无互人骑过，嘛无互人用过，所以是耶稣亲自第一摆用伊。伊是完全圣洁的，这咧讲的嘛是，因为耶稣是圣洁的，耶稣伊是完全的，所以迄个驴仔囝也是诚做圣洁的，互耶稣来用。所以兄弟姊妹，当遐兄弟以色列人，众百姓伫
伫遐举迄个樟树枝，伫遐喊话什么话？何山那，何山那，奉主名来的，就应当受称赞而乐。什么叫何山那？何山那的意思是什么话？何山那伊的原文的意思，你讲主啊，你紧来救援！主啊，你紧来救援！所以因伫因的希伯来文内面，就叫做何山那，何山那。翻做咱的文的意思，就是主啊，紧来救我！主啊，紧来救我！为什么因会话这句？就是因为因受统治伤久，所以因真想要得到自由。主啊，紧来救我！主啊，紧来救我！迄个会当救的是啥物款的？是对上帝来，总是百姓还阁无了解，这个耶稣伊是要来做因心里，做百姓心内的王，还阁甲伊当作是政治的领袖，所以大家伫遐喊话，连外头嘛甲腾起来，甘愿迄个外头为着要欢迎，哇，这是未来的王，所以甲破咧，然后互耶稣行过。毋过伫过无几工了后，这个百姓早伫遐咧反讲，伫遐咧喊话讲：耶稣万岁，耶稣万岁！无几工了后，改变变调，换做甲耶稣钉十字架，甲耶稣钉十字架。这就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影响力。什么人咧带头，伊就成做什么款的人群。所以耶稣伫迄个时阵，何塞那被喊话的时，总是伫耶稣的心内面，伊知时一步一步地到。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看咱的伫受难酒，咱会想讲，哎呀，受难酒毋是上帝早就拢备办好的，是上帝早就备办好。啊，那时间拢遐拄好，伫旧约、伫新约内面，那拢斗甲时间斗甲遮拄好。好，咱来看伫受难酒内面，咱会当透过受难酒，搁一摆来看咱的荧幕，咱的荧幕。好，伫受难酒内面，上帝透过这个受难酒，成三个真大的一个事，就是上帝伫历史，然后伫这个世界宇宙。甲人类内面完成三件事，所以你伫这个受难酒内面，你就会看见有三个事实发生伫咱的对面上，伫你我伫世界内面拢发生。第一件就是十字架所显明出来，像耶稣钉死伫十字架，搁来就是伫死亡的内面得到逃亡。所以耶稣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经过死搁活，迄个就是在甲咱讲，咱会当进入伫迄个永生内面。搁来就是伫黑暗的关系，建立上帝的国度。兄弟姊妹，教会就是末世唯一的溃烂，所以咱的教会是诚做即个末世战争一个真正重要的一个官兵。所以咱要看。咱要伫有言甲历史的对齐内面，所以上帝伊就甲咱讲，伊讲咱要诚做伫上帝内面竞选的百姓，所以咱早就拢已经伫即个计划内面。伫什么款的计划内面？咱到伫今仔日，到伫明仔日，咱毋知影，总是上帝清清楚楚，伊甲咱放伫伊的计划内面，所以。咱来看即个圣经节，咱来读来。锡安的民啊，来，咱用华语的来，咱用华语的来读。好，咱用华语，会当翻黑一个无？好，来，咱来读哦，请。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伫这个经节内面，拄啊好应验着历史，伫历史内面甲有言的对齐。好，所以咱看，上帝一直旧约就已经透过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伊就已经讲有一位这个王要来到伫恁家。然后，这个王伊是代表什么？
公义，志豪敢会当甲我的荧幕用用哦无，然后我要看字就好。反黑，天凯，你来到啥讲者？天凯，好，伫即个经文内面，这是一个预言，伊是伫旧约所讲的。旧约总是伊要骑驴啊，而且是举子哦吼，驴仔囝，伊代表的是公义，然后伊是谦卑的。伫即个代志讲的时是主前的580年，然后伫主后的大概30几年，然后耶稣就骑驴啊要入城。所以伫即个旧约所讲的，以及到伫新约所讲的就发生。这就是一个历史甲预言的印证。兄弟姊妹，咱伫即个预言甲历史的印证内面，你有感受到啥物货？还是这都是圣经尔，甲我无啥物关系。主耶稣因为咱伊来受死，咱的性命拢伫上帝的计划内面，所以咱常常会看见讲，伫咱的性命，伫咱的计划内面，好亲像无法度家己掌握。总是上帝伊讲，咱所行的路拢伫伊的手内面。那我靠伊的，上帝拢要互咱得到应允。所以伫耶稣伊经历到伫新约内面，然后耶稣会出世。所以旧约所讲的预言，来到伫新约已经应证了。阿们吗？这所代表的就是咱所信的主耶稣，甲民间宗教是绝对无同款。所以咱爱对咱的主耶稣，咱爱充满着迄个百倍的信心，因为伊就是历史的主，伊就是迄个预言中间迄个弥赛亚。迄个弥赛亚是啥物款的主？迄个弥赛亚是要来成做全世界、全人类百姓迄个上帝国度的王。咱看即马世间，即马世界遐尼济的战争，到底战争的目的是啥物货？是为着要争石油吗？咱感觉咧，安尼世界的战争为着目的是啥物货？为着目的，敢是要争石油？伫牧师来看，是要争权柄。世界上有力量的，宇宙中上有力量的，毋是钱，上有力量的是权柄。权柄，你若有权柄，你要爱偌济石油，拢你的；你要爱倒一块土地，拢你的。迄个权柄，所以兄弟，咱的权柄不在伫世界，不在伫你的金钱，你的金钱无法度掌控你。咱的权柄在伫主耶稣竞选咱，成做伊的囝儿，所以主就是咱的主宰。你接受主耶稣，成做你的救主，或者是你有接受这个主耶稣，要成做你性命的主宰，是救主哪定，还是嘛要成做你的主宰？要成做咱的主宰，迄个主宰就是将咱的性命的迄个权柄，拢交伫主的手里。所以咱看到历史甲预言的对齐，所以咱看耶稣伊要受定，伊讲伊是成做一只羊啊要受抬，这伫旧约内面嘛有言。所以哥林多前书第5章伊安尼讲，因为咱搬过一个羊，基督已经受抬献祭，所以。咱会记住，伫即句内面讲到的是啥物话？是伫圣经内面有讲到倒位有迄个羊受抬。圣经内面佮有印象无？迄个羊受抬，然后伫搬过节，伫出埃及记的12章，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的时阵，因伫迄个埃及，伫迄个痛苦的受奴隶的埃及，然后因要出迄个埃及的时。摩西甲因讲，因隔工就要出去啊，所以因爱抬一只羊啊，吼，迄只羊，然后用伊的血，然后甲伊用伫门槛顶悬，过来，迄只羊啊是差不多爱一2岁以内哦，伊嘛是讲爱用羊仔囝，而且是公的公羊，也是绵羊，总是爱无残疾。即只羊啊，你爱甲伊顾好，顾到要抬的时阵。即只羊啊，规身躯拢袂当有破疤，
嘛袂当有皮肤病，吼，嘛袂当浪门。所以迄只羊仔是爱完全的。迄个时阵，上帝就透过摩西，甲以色列人讲，即只羊仔爱遮尔完全，到时阵恁才甲伊抬，然后抬了后，用伊的血用伫门框内面，然后上帝要派使者，然后要经过每一个家庭，假使若有膏迄个耶稣会交迄个羊仔的红血伫迄门框内面的，伫你的门。迄个门的门框内面的天使若看到红色的，伊就跳过。嘿，啊若无顾迄个擦迄个红色的咧，伊的迄个家庭的大囝就会死去。所以伫历史内面就是照安尼来发生。而且伫迄个出埃及记，迄只羊到伫新约的时阵，迄只羊指的是啥物人？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咱即马所得认捌。咱的耶稣基督就是为着咱定死伫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甲节期的对齐。伫旧约搬过节来到伫新约，迄个搬过节的羊羔就是耶稣。所以咱感觉咱咧读圣经，咱咧读圣经毋是毫无目标的，咱咧读圣经一路安尼家己读来，拢是咧对齐上帝的计划。所以你会当看到，伫圣经内面你愈读愈趣味，甚至你会感受到圣经内面是大有气力。因为当你读出来的时阵，伫上帝话内面就要凸显，就要显明伫你的生命内面。所以咱看到耶稣，伊会替咱死，迄个毋是凊凊彩彩，毋是拄拄好的啦，吼，是上帝伊在安排。所以若安尼，咱搁家倒来看旧约，旧约。伊是一个背景哪点吗？旧约毋是一个背景哪点，旧约是咧为着新约，为着咱即马在做彩排。所以旧约已经真清楚，彩排过了后，咱即马就会照彩排一直发生，一直发生。所以旧约伊的书所记载的，拢伫新约，到伫咱即马，拢会一项一项来发生。好，所以过来咱看第三项。第三项什么话来对齐？就是人所做的，甲上帝计划的对齐。好，咱看到伫耶稣要钉十字架时，什么人甲伊出卖耶稣？什么人出卖耶稣？袂记一人，犹大。犹大是耶稣的亲密学生哦，但是犹大出卖耶稣，就为着钱。为着金银，然后伊家己徛袂了，伊家己的信仰就往甲耶稣出卖去。所以犹大，然后犹大搁来，彼勒多在判刑耶稣的时，彼勒多照讲，伊家己知影，伊查袂出耶稣有钉是十字架的遐个充足的证据。无啊，耶稣无有迄个犯罪，爱家钉是伫十字架。总是为什么彼勒多到尾伊的判决嘛是讲好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群众的声音，搁有彼勒多伊想要推卸伊的责任呀，所以伊洗手，伊洗手讲这是恁家己要定的，毋是我。伊洗手，彼勒多伊判刑，这嘛是伫圣经内面上帝所有言的。搁来看，群众伫遐喊话。即群的群众，甲咱拄仔所听的，差不多遐个人啦，总是为什么因变心变遐紧？因即马就随讲，甲钉死伫十字架，甲钉伫十字架，钉互伊死，钉互伊死。所以咱看到遮个人，你家己所做的选择，你会当家己做选择。人的行动，你伫选择内面，伫选择内面，哇，你就进入伫迄个。上帝的计划内面，所以有时阵，咱若有到迄个对伫基督来、对伫圣神来的迄个感动，甚至咱在做歹的事的时候，上帝拢会引带咱行伫上帝伊要爱咱行的路。所以咱家看历史来看，犹大出卖彼勒多，甲这群众，佫有真济印证的事，就是人的行动甲上帝的计划拢对好，拢对好。所以安尼来发生，亲爱兄姐，这个真奇妙的事，伫
使徒行传保罗伊才有讲，伫使徒行传伊讲伊照着上帝所已经了解的，上帝已经早就了解伊家己的计划，然后上帝将伊交互人，因就透过这个不法之徒，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亲爱兄姐，伫使徒行传内面，伊安尼讲，所以伊交互什么人？交互犹大，交互彼勒多，交互群众，交互法利赛人，交互这个祭司头，这个因就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总是这是上帝大成知影的，所以人所做的选择是错误的。毋过上帝的计划，伊无错误。伫现场内面，大家感觉讲，哇，哪会变即款的情形？啊，一个比赛啊，伊要来成做阮的主，伊要来引带阮，会当互阮过着一个自由，啊，会当互阮的生活变好。为什么即个比赛啊，哪会是安尼的比赛啊？所以真侪人佮受到这个法利赛人、祭司头这的，因为因有群众的声音，大家无一个主见，嘛无一个对比赛啊真正清楚的认捌。连耶稣的学生出卖伊，连耶稣的学生，伊的上高的学生彼得嘛毋认耶稣，所以伫人的心理内面完全失控，整个的局面完全失控。总是上帝伊讲，毋是，这毋是我的失控，是伫我的计划内面。所以兄弟姊妹，咱搁看来到伫尾啊，拜五，今仔日礼拜日。明仔载拜一、拜二、拜三、拜四，这个过程就是安尼经过。来到伫拜五的时阵，拜五耶稣就被送，然后钉死伫十字架。钉死伫十字架，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内面有一段，伊讲人子荣耀的时刻到了。这个群众当伊伫遐咧喊话：何山啊，何山啊，奉主名来，伊是应当受称赞。因伫遐咧喊话迄个声音的时阵，因无了解到底是什么代志。后来人子得荣耀的时，就是耶稣钉伫十字架时。因迄个时间，因才讲啊，原来是要发生即件代志。啊，咱遮百姓还搁伫遐戆戆地喊何山啊，何山啊。尾啊，佮甲伊话讲，甲钉死伫十字架，钉伫十字架。亲爱兄弟姊妹，有时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声音是非常有影响力。所以耶稣伫迄个时阵钉死伫十字架时，伊的学生有紧张无？迄个场面再一次失控呢。因毋知要安怎，因会当想的就是去甲耶稣伊的尸体。会当甲伊抹油，吼，啊，互迄个尸体较好保存。因完全袂记得耶稣捌甲因讲，伊要死，然后过活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因听无啦，因为代志还未发生，因听无。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上帝互咱的智慧，互咱的知识来启示咱。虽然咱即马听到这个，代志还未发生。总是迄个代志、迄个真相，两边就要发生。毋过咱即马听到的，咱听到迄个意义是啥物？上帝要互咱做一寡代志，啥物款的代志？为着即个事祈祷，为着即个事付出你的奉献，付出你的气力，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听，这拢是上帝启示咱所要做的代志。咱即马咱要幸福小组要开迄个启发课程。迄个启发课程，就好参照伫带也未信主的朋友，包括咱兄弟姊妹嘛共款。有真济，咱的圣经互咱有真济的启发启示，总是咱无迄个智慧去了解，嘛无有迄个属灵的智慧去明白，这个时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咱需要透过咱的影片，然后伫幸福小组内面。大家以前拢是听哪听，即马大家做伙来讨论，这就是咱伫即马启发幸福小组伊真大的功用，就是大家看了后，然后大家来讨论，
互咱真正会当将上帝的启示会当吸收入来，成做你家己的心意。阿免吗？所以你看，这嘛是透过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然后耶稣已经启发伊的学生，但是伊的学生慢慢才了解，一直到耶稣定第十字架，然后因有谁了解吗？无呢，一直到什么时阵？到第3日礼拜日，因去到伫墓的时，看到墓内面应该是耶稣的尸体伫内面，结果去看的时阵，有看到尸体无？有看到耶稣的尸体无？无，是空的。迄个真大粒的石头的门嘛无去，这代表是什么话？代表所有伫墓仔堡内面、伫地狱内面，所有这黑暗的关系，耶稣拢赢过了。阿免吗？所以现在咱基督徒对伫死亡，甲其他的宗教有真无共款的观念，是因为咱对耶稣基督有仰望。那安尼牧师嘛要问咱，这个仰望有伫咱的厝里的人，伫因也未信的人的身上，耶稣基督的仰望有要互因无？因敢会当领受？因会当领受。所以这就是咱启发咱的幸福小组真重要。趁这个机会，当咱还阁自由的时，牧师要讲，当咱伫这块土地徛伫台湾还阁自由的时，还阁民主的时。咱把握时间，咱的厝里的人也未信主的，紧互因来认捌耶稣，紧互因来认捌耶稣。圣经不时咧甲咱讲时均咯，但是咱拢还搁在拄久，还搁在困，咱爱清醒起来，就亲像耶稣的学生，已经甲耶稣做伙啊，还搁毋知迄就是因的基督，所以咱透过上帝，伊互咱的智慧，咱会当清醒起来。咱即马毋是徛伫古早，咱即马是徛伫现代。但是现代的历史，甲咱的旧约，甲咱的耶稣基督有结连做伙无？迄是一条线。所以咱伫现今，上帝来启发咱、启示咱，互咱明白上帝的计划。阿免吗？上帝计划伫你的身上，毋是伫牧师的身上那条。是伫教会所指的，就是每一人的身上，包括你的家庭，遐也未信主的，透过你就是要互因会当得到这个福音。所以牧师要来请问你3个问题：你伫目前你的生活的步调有乱去无？厝里无闲，工作厝里阁有人破病，囡仔足歹教，囡仔要选什么款的学校？拢毋知影，工作袂好势，身躯袂好势，你的生活步调有乱去无？总是上帝伊讲，我伫遮，你对坐我，你的步调，你若掠上帝做你的第一，你的步调会慢慢改正。这是一个属天的规律。所有的问题，毋是用烦恼去解决，乃是问主啊，后一步我要怎样？你若是尊重主，甲上帝放伫第一位，上帝就甲你的代志放伫第一位。阿免吗？所以第二，你感觉你的目标，你想要爱达到的目标，达到啊未？也是还未达到，所以互你的心足紧张的。迄个期待无达成，总是上帝甲咱讲：我的囝，我的查某囝，你的目标毋是伫你的时间内面，是伫我的时间内面。我会帮助你，互你对坐我要互你的时间。所以我请问你，你是要对坐上帝的时间，还是要对坐你家己的期待？对坐上帝的时间，阿免。过来，你会感觉讲，你做到呾钱也趁无济，想要买厝嘛买无着，家庭安尼无真好势，夫妻无真好势。哎呀，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发生太侪代志，我无能力去解决，所以我已经想要放弃啊。所以我也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有这款的想法无？若是有这款的想法，牧师要甲你讲，这毋是对耶稣基督来。你无看过我家己拢做无好，我对不住人，这个我做无到，真侪的自我控诉，迄毋是对主来，迄是对魔鬼来的白贼
的话，所以咱唔通听迄款的声音。你伫主的内面讲，主啊，我即马所做的是安尼，无照我的期待，总是主。这个代志唔是我的期待，乃是你的期待才是我的期待。阿门。所以咱唔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无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拢会当伫失败内面翻转，成做得胜的。阿门吗？有失败就有得胜，所以这是天国的原则。伫咱的地上，上帝要祝福咱的主的名，透过受难周。咱伫咱的周报内面受迄个受难周的灵修文，有咱今仔日转去就开始一天读一遍，一天读一遍。上帝来带咱经历耶稣基督为着咱，为着你，听你来经历的受难周。然后到伫礼拜日，咱转来到伫教会有咱一场10点的。过偌济的赞美礼拜，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拢着转来庆贺咱的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以死过活。阿门。咱这个是咱要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互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伊的听，继续来引带咱。伫这个受难周的时，互咱每一天的生活拢会当来纪念主，搁有。咱伫受难周的时，因为咱所信的主伫即个受难周内面，伊所经历的顶十字架的过程，所以咱就透过即个灵修的文章咱来纪念咱的主，咱来用这首诗歌。每一天咱拢需要主，阿门嘛。阿门。咱会当喘气，就是代表咱需要主，所以咱逐时拢充满迄个感谢、笑脸的心，咱做伙来。主我好大手阮你阮遍无做情，因心是死追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互恁较无你，亲像较无你同在伫我生命中。阮你阮遍无做情，因心是死追求你。一个基督的心来笑脸。感谢咱请起立，咱来敬拜伊。哈利路亚。需要你，你为我情感你，为心我需要你，相信那好每一日，举手来，咱讲主啊，我需要你。
牧师要来为着你祝福的祈祷。你的信心，你的相信偌大，迄个医治、迄个快乐、迄个祝福就偌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讲，因为你为着阮死过活，阮就诚做要甲主你同过活遐荣耀的百姓。主，阮信你，阮倚靠你，因为你就是阮的力量，就是阮的救盘。主啊，阮要感谢你，为着阮顶死伫十字架，互阮伫这个时，阮会当徛伫遮来学乐来祈祷。因为阮所信的主是高活的主。主啊，当你应允阮，就算讲阮离开世间的一日，主，阮犹原要转去到着你遐，因为主你已经为着阮太赢这个黑暗死实的关系。主，阮要你来学乐。主啊，我奉你的名。主兄弟姊妹，伫你的内面，伫你感觉你的身躯时常感觉野烂、无快乐，甚至咧想讲，哎呀，我礼拜日唔免去礼拜，我着倒去厝就好啊。别人去礼拜嘛会使，啊，我着无快乐。主啊，你来赦免阮，因为阮有真济迄个消极的思想。主啊，阮应该搁伫你的内面，看见主你为着阮而活。主啊，伊个过活快乐，阮就勇敢讲，主，礼拜日就是我要去敬拜你的时。主啊，我要得到快乐。主，你也要将你的医治喜乐，互阮的兄弟姊妹，主啊，伫阮的病痛内面，主你要互阮经历到，因为你定死伫十字架，你所受的鞭挞，阮要得到医治；你所受的刑罚，阮要得到平安。主啊，这是你迄个医治的快乐，伫阮兄弟姊妹的身上。主啊，不管因伫心中有问题，主啊，因伫因的腰子有状况的，主啊，因伫筋骨内面，主需要你享受快乐，徛会起来。上帝，你要享受伫因的内面。主啊，我为着家庭来祈祷，主家庭有种种的问题，有照顾的问题，主啊，也阁有伫家庭关系的问题。耶稣基督，因为你为着阮过活，这一切问题，因为阮知，阮所有的混乱来到主的面前，阮要对齐耶稣基督，阮所拄到的家庭的问题，拢要得到解决。因为主这是你应允的，主阮感谢而乐你，因为你的快乐极大，稳定极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而乐主。咱举起咱的手，上帝医治你吧，上帝要恢复你听主的信心。拄则牧师为着咱祝福祈祷，你举起你的手，然后你搁再吟这首诗歌的时阵，迄正做你真实的祈祷。阿门吗？上帝听要甲你同在，上帝伊的医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你同在。阿门吗？咱举起咱的手来学乐伊，这个正做你的真实。哈利路亚！感谢学乐主，这就是你对耶稣的祈祷，甲感谢。大声来！你家己就好耶稣听。
日的樟树主日进入受难周，互咱搁一摆伫主的内面讲，主啊，我无失去迄个起初听主的心，阿门。我要一直跟对你。军队毋是嘴讲那点，礼拜日一定爱倒来到伫圣殿敬拜阿乐咱的上帝，咱愿意吗？阿门。愿意大声讲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就破爱声归予咱的主。兄弟，请坐。这次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准备奉献。是阮做钱，咸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被你开朗，不打住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切所有拢属你，为上大会中请起立。为上大你，阮要做是你予你。我到主是阮做钱，咸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你开朗，不打住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会众请坐，时间分享，咱请周阿伦传道来主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就会来关心咱教会这礼拜的时间，咱有一个影片啊。就是咱青少年书记的撼动星球的活动。Yeah. Thank you for the day that you have made. I give you all the glory and I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Thank you for the breath inside my lungs.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that's never giving up. For God t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And if you believe in Him, then you're done already won. So praise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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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joice, rejoice, the King is on the throne. Rejoice, rejoice, all creation sings along. Rejoice, rejoice, the King is on the throne. Rejoice, rejoice, all creation sings along.
今年是8月20号到22号，同款伫新竹圣经学院，咱就有咱厝边的青少年的囡仔，还是咱的孙仔，咱咪邀请伊来参加。伫这活动内面会当真正互因真正认捌即个信仰，而且嘛互因更较知影免啊尊荣家己的长辈，所以这是真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来会当继续来宣传出去。好，时间分享。棕树主日好，今仔日是咱的樟树主日即礼拜嘛是咱的受难周，所以咱会当看到就像彭牧师拄所讲的。咱会看咱的每日默想的灵修文，咱继续来默想。伫即个拜五暗时8点，伫香河教会，好，伫香河教会嘛有即个联合的圣餐的礼拜，有5间的教会安尼做伙联合的圣餐礼拜。咱的圣歌队嘛伫遐来献诗，所以献诗的当天，若要参与的，咱请伫7点10分，拜五的7点10分，伫香河教会来彩排。来看咱今仔日的导读经文，好，伫约伯记26章第6节，来咱请。伫上帝的面前，阴间露现，灭亡的所在无坎挂，好，无坎挂，咱搁一摆来。伫上帝的面前，阴间露现，灭亡的所在无坎挂，好。好，这是拜日咱的社区幸福乐龄营，咱出去到士林管理来佚佗。哇，咱看到这四大人，每一个拢充满笑容，身躯健康，充满上帝来的喜乐，感谢主。还伫昨的时阵嘛，阳青牧区到动物园有即个城市寻宝活动，有28位来参加，有11位的新朋友，感谢主。同款伫昨拜六有即个里长杯的拉面的比赛，是咱的学会所协办的，有50位的囡仔大细来参加。咱的星光学院的咱的囡仔王博元伊得到第2名，哇，真厉害！好，后主日10点是咱的歌活节赞美礼拜，佮有洗礼甲圣餐，咱们做伙来庆祝基督的歌活。嘛邀请新朋友做伙来参加，嘛欢迎咱的新朋友还袂顶洗礼，还袂嘛想要转职去摆，嘛会当请因来报名咱的洗礼甲转职。好，启发幸福小组的副长备课，今仔日第2堂礼拜了有备课。咱的教会内部的整修呢，咱看到咱的涂骹，佮咱的天花板拢有空。所以伫即个时间内，一直到5月底，咱这场地若要使用的，拢爱先来问过咱的干事者，所以咱嘛继续为着咱的整修内部的整修来祈祷。咱目前空调整修的奉献，一到顶礼拜是3268224块，咱嘛继续来奉献来关心。伫明仔载的社区咱的乐龄营，咱的空间嘛有调整。原本咱拢伫副堂，伫明仔载咱要到干事办公区域遮的教室遮来继续咱的乐龄营，所以请咱注意到这个地点的改变。好，永伟牧区跟着胖胖到基隆吹吹风，非常古锥的名。咱会当若要报名的人会当来小组长来报名。好，嘛咱邀请新朋友来。健康大道部分，咱继续为着周牧师已经倒来到厝来休困，佮有咱嘛继续为着周牧师的祈祷，互伊会当充满信心宣告，唔卖开刀，唔免开刀，阿门，阿门。咱嘛继续为着叶志贤来代祷，求上帝来祝福，来恢复咱的身体欠安的这兄弟姊妹，互因的身心灵拢得到喜乐甲恢复。好，这是胡景和弟兄蒙主文调，这是咱的丽娜长老的老爸，伊的个别熟悉台中，咱嘛有团队牧师团队甲同工会落去，来参加。有金明兄的妈妈王刘克姐妹蒙主文调，伊是伫4月7号上午10点，共款伫二滨家有个别礼拜，请咱继续为着因来代祷。
好，这是信仰奖励金，儿童甲青少年的信仰奖励金，是伫第2堂礼拜中要来颁发，所以请这囡仔拢爱来出席啊！咱嘛继续为着这囡仔信仰奖励金非常的重要，唔但干那是因有来参加聚会之外，因若有写讲道的笔记、参加聚会笔记，每一天的灵修拢有会当互因领更较侪奖励金，所以咱继续为着因来祈祷，互因的功课。搁互因的灵性，因对上帝敬畏的心，逐日拿加天，阿免，阿免。好，以上就是咱曙光的分享。然后请大人起立，咱只会用这首诗歌来彼此来祝福。日出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短梦大能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灵跟着你，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你，处处大福气。日出来临，日出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短梦大能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灵跟着你，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你，处处大福气。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你，处处大福气。感谢主，我看到每一个兄弟姊妹充满笑容，真正是有上帝喜乐伫咱中间，阿免，阿免。这点咱请泡沫师来祝祷。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你的平安，以及耶稣基督，伊对世人中各活迄个梦圣神的同在，甲阮众兄弟姊妹同行。以及阮的家庭，互阮伫受难酒的时，阮搁一摆笑念耶稣基督为着阮所救赎的恩典，阮就搁一摆，互主你的灵来感动，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君对主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免。暂时到这，后礼拜10点，搁活12礼拜，下礼拜见，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兄弟姊妹，请坐。我要大声宣告。